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好開心啦，又喺嚟到喺YouTube 同大家嚟到見面啦。今日咧係星期一，咁咧大家嚟到喺神嘅話語裏邊嚟到去好好嘅學習。近日咧有時有諗法，即係當自己年紀開始越大啦，有時會不免咧係緬懷過去嘅。當緬懷過去嘅時候，開心嘅事梗係心裏邊好回味啦。但係啲遺憾嘅事咧，內心裏邊咧難免有種唏噓。人生望翻你轉頭，你發覺過去日子裏邊有好多嘢係遺憾嘅，即係假如當初冇咁樣做就好啦。假如當初應該啱嘅做咗就好啦。但係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有啲嘢做得唔好，或者冇做，內心裏邊有種嘅遺憾，有種嘅唏噓，而更加有俾我哋壓力嘅就係話咧，嗰啲嘢係改變唔到噶啦。咁越諗翻嘅時候咧，嗰種嘅壓力沉重，放唔低。當然未去到病態啊，當然咧係有啲嘅事夠唔夠諗翻。但係人生裏邊如果好多呢啲嘅遺憾嘅時候，係直接影響我哋對前人生嘅一啲嘅積極嘅態度，或者內心裏邊咧壓力會越大。我哋盼望我哋嘅信仰能夠幫助我哋處理呢啲嘅遺憾，同喺遺憾當中學咗人生嘅功課。今日同大家講一段經文咧，就係一個聖經裏邊一個人物。呢個人物咧本身唔係一個信耶穌嘅人，甚至係一個可以話咧係一個即係唔係幾好嘅人。喺佢人生裏邊有個好重要嘅遺憾，喺我哋當中咧，我哋學習一下，從呢個人佢嘅遺憾當中點樣能夠幫助我哋，讓我哋人生裏邊咧從此以後我哋唔好再有遺憾，向前嚟到去靠上帝咧嚟到去真係過一個更加積極嘅人生。嗱，喺呢度咧，我哋剛上一星期講到耶穌差12門徒，跟住咧佢哋去到各地要傳福音咧，有好好嘅果效。咁喺6章第14節咁樣講，耶穌嘅名聲傳揚出去。當時喺加利利嘅王咧就叫做希律王，聽見了就說施洗約翰從死裏復活了，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裏面發出來。嗱，咁點解會希律王點解會提到施洗約翰又話佢死裏復活咧？咁首先我交代一啲背景。當時呢個嘅加利利咧係一個分封王，叫做希律。呢個希律王咧就係佢爸爸大希律個仔啊。當爸爸大希律即係耶穌出世嘅時候咧，嚟到去掌管猶大。後來死之後咧，佢嘅當時巴勒斯坦嘅地方咧就分成幾個分封嘅地方。咁希律咧就接受咗咧係呢個嘅加利利，即係加利利海，即係以色列嘅北邊嘅地方啦。咁大家我哋明白，當時嘅王咧就唔係真正嘅王，又好似中國啲藩王咁樣，即係話咧佢冇絕對嘅權力嘅，絕對嘅權力喺羅馬人手上。咁佢只係管治嘅權力，軍事嗰啲權力咧仍然喺羅馬嘅兵團之下。咁呢個希律王咧，佢點解諗起耶穌？佢就諗起施洗約翰，又話佢復活咧。原來有一段嘅故事嘅。原來咧施洗約翰就係死在呢個嘅希律嘅手中，而喺佢死喺嘅時候咧，整個事件咧佢係好唔願意，但係佢做錯咗事，結果咧喺佢內心裏邊覺得好為難，不得已咧就殺咗一位佢尊敬嘅施洗約翰。嗱，施洗約翰我哋好初期講嘅時候，大家都記得就係耶穌嘅先鋒，佢傳神嘅國度，當時好多人咧嚟到去願意去聽佢講，係一個神人，係一個咧係虔誠嘅人，係一個聖人，係一個咧滿有神嘅能力，係一個道德高尚、宣講神話語嘅傳道人啊！嗱，咁睇個經文嘅記載點樣啦？佢話咧，原來咧喺17節佢話，先是希律為他的兄弟腓力嘅妻子希羅底嘅緣故，差人拿住約翰鎖在監裏，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。約翰曾對希律說：你娶你兄弟嘅妻子是不合理的。於是希羅底懷恨他，想要殺他，只是不能。原來有一個咁樣嘅故事嘅。原來希律嘅家族咧，其實係好撈教嘅家族。佢哋喺道德方面咧
係非常嘅混亂。希律王娶咗佢嘅兄弟腓力嘅妻子啊，當然呢個腓力妻子係離咗婚之後啦，但係呢種咁樣嘅關係係一種好混亂嘅關係。咁約翰當時咧好明確嘅就話，娶你兄弟嘅妻子咧係唔合理嘅，係唔啱神嘅律法嘅，亦都唔啱倫常道德嘅。咁呢件事嘅時候咧就得罪咗呢個希羅底啊，得罪咗希羅底咧就比得罪希律更可怕，因為女士咧喺當時中國古代一樣嘅，女人當時係非常懷恨佢，於是就叫呢個希律咧將呢個約翰咧就鎖落監裏邊。其實咧希羅底嘅心意就係想殺死約翰嘅，但係好奇怪，希律咧就唔捨得殺佢喎。點解咧？佢話咧，於是咧，因為第20節嘅話，因為希律知道約翰係一個義人，係聖人，所以敬畏佢，保護佢，聽他講論，就多照着行。或者一個古卷話咧係猶豫不定，並且樂意聽他。嗱，呢個希律咧，佢知道自己做咗啲道德不合嘅事，佢又唔能夠唔聽佢老婆講，於是咧佢就將約翰鎖咗喺監裏邊。但係咧，佢內心裏邊咧就係真實好想聽約翰，佢覺得約翰係一個義人，係一個道德高尚嘅人，而佢自己知道咧自己係道德敗壞嘅人。當佢道德敗壞嘅人，佢又其實道德敗壞嘅話咧，又唔係完全憎恨道德神聖嘅人，佢都渴望，即係話你可以睇到呢個希律內心裏邊咧，自己做錯事，但係佢又好渴望自己嘅道德咧能夠更加嘅改善，所以佢好想聽呢個義人聖人講嘅說話。咁佢聽咗之後，佢做唔做咧？咁呢度喺個經文嘅抄本當中有兩個版本。第一個話咧，佢多願意做，即係話佢咧有啲能夠做嘅咧，佢都願意做。另外一個版本咧就話咧，佢係猶豫不定啊，即係佢聽咗之後咧，佢唔係好完全聽。嗱，無論佢係猶豫不定或者佢多願意做咧，其實都講咗個事實。當佢聽約翰講嘅時候咧，佢係中意聽嘅。不過佢唔係完全嘅照做，起碼咧，約翰叫佢你娶呢個太太係唔啱嘅，佢冇做到。當一個人內心裏邊有矛盾，犯罪又唔想離開罪，但係又渴慕聖潔、渴慕義人嘅時候咧，佢就好似落喺希律咁樣嘅環境。佢想聽到，但係佢又唔願意完全嘅按照神嘅話去改變自己。但係佢又聽喎，一種咁樣嘅矛盾當中咧，其實係一個道德非常危險嘅情況。想聽到，渴慕神嘅話語，又唔願意離開罪。但係又願意去聽，但係又唔願意俾神嘅話語完全責備，咁樣一種拉鋸張力當中咧，希律以為話冇問題啊，我係有權，我韞住約翰，我保護佢，我又聽佢講嘢，佢講嘅嘢我唔使聽晒，咁咪幾好，又可以享受聖經嘅說話，神嘅話語俾我嘅一種嘅鼓勵安慰，同時之間咧又可以繼續按照我嘅選擇享受罪中之樂。佢以為咧，佢可以擁有呢兩個世界，罪中之樂，神嘅話語嘅世界，兩個世界都可以擁有。其實呢個咧係一個非常危險嘅情況。呢種咁樣嘅平衡咧唔係真實嘅，呢種平衡咧係虛假嘅。好多時候我哋基督徒咧都會有一種咁樣嘅心態嘅。我哋知道乜嘢係真理，知道乜嘢係神嘅心意，我哋知道人，我哋信耶穌嘅人係應該係跟隨上帝，但係同時之間咧，我哋又好內心裏邊有種向往，就希望話，哎呀，犯罪都好啊，係咪先？我哋願意希望能夠又享受罪嘅嘢，唔想離開罪嘅呢啲嘅享受，罪中之樂。同時之間咧，又覺得唔能夠離開上帝，於是咧，我哋就活咗一種一腳踏兩船、兩面人嘅心態。我哋以為可以控制得到，喺教會裏邊，我哋希望喺教會喺人嘅面前，我哋到亞安然，我哋覺得 OK。喺內心裏邊，我哋享受罪中之樂，我哋以為咁樣咧係可以控制得到㗎，好似希律王啊，我將約翰鎖在監裏，保護佢，控制住佢，一方面唔使俾希羅底害死，同時之間係俾佢自己私人嘅道德教師，佢以為佢可以控制兩方面。有時人生
係咪真係咁樣？信仰、信耶穌、上帝嘅生命嚟到我哋嘅生命當中，係咪要我哋人生裏邊要做出一個抉擇嘅咧？喺世界、喺罪惡、喺享受罪中之樂當中，同埋服從真理、跟隨耶穌之當中，我哋係咪要必然有個選擇？如果唔選擇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係咪已經選擇咗咧？跟隨上帝可唔可以半桶水嘅咧？唔可以。耶穌好清楚，跟隨佢嘅人係要全心全意。聖經舊約好清楚，耶和華嘅子民係要全心全意將心歸耶和華，唔可以半桶水，唔可以敬拜耶和華又拜巴力，唔可以侍奉耶和華又侍奉天后，呢啲嘢係唔可以嘅。我哋以為冇揀，其實已經揀咗。信耶穌就係要喺人生裏邊做一個終極嘅抉擇。我要跟從上帝，我要離開呢個世界，離開罪，我要全心全意嘅跟隨上帝。方向好清楚，而喺我哋人生裏邊不斷嘅嚟到去煉淨，以至我哋呢個方向越行越清楚，我哋嘅罪惡，我哋嘅心完全嘅慢慢放低，專心嘅嚟到去跟隨上帝。今日點解基督徒唔能夠為主發光？點解我哋唔能夠為神所用？點解我哋嘅生命冇咗一種嘅力量？點解我哋嘅生命冇咗一種嘅榮耀，冇咗豐盛咧？係因為我哋徘徊咗喺一種道德嘅唔抉擇嘅環境當中，又要活喺罪中，又要向往上帝嘅話，結果我哋兩頭都得唔到，結果我哋乜嘢都得唔到。我哋以為冇揀到，其實我哋揀咗。希律王當時佢享受罪中之樂，享受神，佢以為佢唔使揀，但係惡人係唔放過佢，係要逼佢揀。喺第21節，有一日恰巧係希律嘅生日，喺原文聖經你話咧，其實有個意思就話機會嚟到，啱到啦，即係時機嚟到。希律咧就擺設筵席，請了大臣同埋千夫長同埋加利利作首領嘅希羅底嘅女兒進嚟跳舞，使希律同埋同席嘅人都歡喜啦。咁呢個好明顯咧，係時機到啦。希羅底咧知道希律生日嘅時候，請晒眾人，請晒當時加利利嘅權貴，請埋羅馬人嘅千夫長。千夫長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手下有1000兵。喺當時咁嘅環境，千夫長已經最大嘅夠噶啦。巡撫就喺耶路撒冷，但係咧，千夫長就係基本北加利利裏邊手握兵權嘅人。羅馬兵精銳部隊當時仲未腐敗，千夫長即係話手上有1000嘅精銳部隊咧，基本咧係當時可以話實權嚟講咧最有能力嘅人嚟嘅。即係話當時呢個希律王生日，請晒社會裏邊最有榮耀權貴嘅人，咁咧希羅底咧就叫咗佢個女嚟到跳舞啊！哇！呢個年輕人咧跳得好好，叫到全部人都好開心。咁當時咧，王就對女兒說：你隨意向我求什麼，我都俾你。又對他起誓說：隨你同我求乜嘢，就算我嘅國嘅一半啊，我都賜俾你。嗱，咁呢個好明顯咧，希律王當時飲得半醉啦，跳舞跳得好，點可以咁做咧？按照正常嘅人咧，半醉有個戲言咁講啊，嘿，跳得咁好，你求咩我都俾你，甚至我國嘅一半我都俾你。第一步，國嘅一半佢有冇權話事先係一個問題。如果真係佢嗰個實年個女話我要求你一半嘅國，佢俾唔俾咧？俾唔俾啊？我相信佢唔會俾啦，講笑咩？攞咗我國一半啊！雖然呢個嘅分封王唔係好大權，但係佢亦都喺佢嘅國裏邊都能夠控制好多嘢啊嘛。一半俾個後生女唔係講笑係嘛？其實當時佢係有半戲言嘅方式，酒後戲言同個女仔講，哇氹佢開心，以為佢梗係求啲黃金啊，求啲嘢啊，求啲靚嘢啦咁。點知呢個早就係佢媽媽嘅一個棋子，佢就去問母親應該求乜嘢啊咁。母親話：施洗約翰的頭。
放過，竟然要一個施洗約翰嘅頭。我哋見到仇恨真係好緊要。其實希羅底咩都有，佢先生就係希律，佢可以通過希律咧控制好多嘢，攞好多嘅財富。但係佢哋要有一樣嘢要放唔低嘅，就係佢要對約翰嘅恨啊，懷恨嚟到要呢個恨要成功，所以佢話我一定要佢成，我要施洗約翰的頭。他就急忙去見王，求他說：我願王立時將施洗約翰嘅頭放在盤子裏給我。喺呢個時候你會點咧？如果你係希律王嘅時候，你會點做咧？一句半氣言酒後醉醉地講嘅說話，但係竟然希羅底攞嚟咗一個報仇雪恨嘅機會，要攞施洗約翰嘅頭。王就甚憂愁，但因他所起嘅誓，又因同席嘅人，就不肯推辭。於是差個護衛兵吩咐拿約翰嘅頭嚟，護衛兵就去喺家裏面斬咗約翰嘅頭，將佢放在盤子裏，拿嚟給女子，女子就給母親。約翰嘅門徒咧聽見之後，就把佢嘅屍首領去葬喺墳墓裏面。嗱，留意當時佢面對一個抉擇，之前佢唔使抉擇，佢覺得佢可以控制喺度，但係佢酒後失言，希羅底逼佢做好抉擇，喺眾人面前落面啦，會起誓唔算數，定話將一個佢自己欣賞、佢中意聽神嘅說話嘅神人、聖人、義人個頭斬落嚟。當時佢其實係咩抉擇？就係佢願意為咗約翰，願唔願意保住約翰嘅生命，真真正正將佢內心裏邊中意聽神約翰嘅說話，渴慕聖經嘅話，渴慕真理個心行頭啊？定話佢自己啦，酒後氣言講咗一句說話。如果呢個時候，如果佢唔殺約翰，佢話：細路女唔識世界啫，我哋飲醉酒，我亂講嘢，繼續跳舞。佢可以咁做，可唔可以咁做？後果係咩咧？人哋話：希律王咧冇面嘅，只不過係一件小事。我相信人哋話佢可能個面子落咗，或者佢起個誓，啲人覺得都亂咁講嘢啫，希律王飲醉酒啦咁，可能會講佢。但係應該，如果你咁樣諗分析嘅時候咧，對希律王嘅權位有冇影響啊？應該冇。呢啲小事一宗，約翰啫嘛，又一個無關痛癢嘅人，唔係一個政治人物。千夫長因為會唔會因為唔殺約翰咧，懷疑佢哋去調查佢、攻擊佢咧，都唔會。羅馬係需要呢啲分封王嚟到維持和平嘅。軍隊喺佢當中，但係佢哋基本行政嘅嘢佢唔理嘅，交俾啲人等佢哋到好好地處理社會嘅事。羅馬就攞住軍隊，有咩事咧佢就鎮壓，呢個好清楚。呢個係一個聰明嘅處理嘅方法，懷柔政法，以猶太人去治猶太人，呢個咧係聰明嘅做法嘅方式。當時其實希律係有得揀嘅，但係佢選擇咗自己嘅面子，或者退一步講，如果希羅底話我要你國嘅一半，你估希律嘅決定會唔會點啊？好啦，好為難就俾佢啦咁，我相信佢唔會啊。我想佢即刻話：冇，跳得咁好，真係聰明啦！我上兩個黃金俾你，我哋一齊繼續跳舞，就停咗喺度。其實希律個內心裏邊乜嘢最重要咧？講到尾係佢自己，佢係有渴望上帝嘅心，佢係有渴望神嘅話語，佢係渴望聖人。但係當佢利害衝突埋到嚟嘅時候咧，最關鍵嘅嘢，最終嘅選擇係自己。我嘅面比約翰嘅頭緊要啲，面子啫嘛，面子有幾多咧？笑一笑冇事，其實真正叫人出醜嘅係佢自己啊！冇理由一個大一個王啊講埋啲咁樣嘅說話噶嘛，呢啲係唔合體統嘅說話，輕率嘅說話，冇腦嘅說話，冇理由咁講嘅。但係佢要面子，面子比約翰、比神人、比聖人、義人嘅頭緊要啲。將約翰殺咗，內心裏邊好遺憾啊！後來當耶穌一路傳道嘅時候，內心裏邊話：約翰成功啦，約翰出嚟啦，死人復活。其實內心裏邊咧仍然咧好遺憾，因為佢覺得係殺得唔啱嘅，唔
應該殺嘅，冇理由殺約翰嘅，但係為咗自己做咗一個悲劇性嘅抉擇。悲劇喺邊度咧？因為佢雖然有渴慕上帝嘅心，但係始終唔能夠脫離咗佢自我中心嘅世界。嗱，呢種人能夠跟隨上帝，真真正正跟隨上帝嘅人，佢要將自己放低。主啊，你係我嘅主，你係我嘅父神。約翰講嘅上帝係真實嘅，我願意放低自己去跟隨上帝。真正信耶穌係要將呢個自我放低，係跟正信耶穌，完全嘅放低跟隨信耶穌。耶穌話咁樣就係豐盛嘅生命。保羅話：從今以後活着嘅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。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人。從今以後信耶穌嘅人，唔係再係自己，係基督喺我裏面活着。佢愛我，佢係我嘅主，我願意去跟隨佢，因為嗰個先係永生之道。當一個人仍然自我喺度唔肯放低嘅時候，最後尾只係得翻遺憾，得翻恐懼、內疚。希律內心裏邊好多遺憾、內疚。其實當時佢有得揀，佢可以揀真理、揀上帝，但係佢揀咗自己，揀咗自己嘅面子。我哋今日喺人生裏邊揀乜嘢？我哋唔係希律，但係我哋揀緊我哋嘅人生。我哋可以揀希律一樣，當重要決定為去跟隨上帝、為神站立嘅時候，願意去全心全意去投入，以神為中心，豐盛人生。我哋可以揀，我哋可以揀去維持翻自己今生裏面為金錢、為名利、為面子，我哋可以咁樣揀。但可以相信，如果我哋咁樣揀嘅時候，我哋嘅結果一樣好似希律一樣，帶嚟好多嘅遺憾、內疚。我有個朋友咧，係大家一齊嚟去信耶穌，咁咧好多年咧都一齊即係侍奉啊，認識佢啊，大學有同學。咁但係咧喺佢人生裏邊，係即係後來慢慢我哋嘅路就分叉咗，我就讀神學師傅書，呢位咧都讀咗神學，後來咧佢就唔讀師傅書，後來咧佢就選擇咧佢話呢個上帝係假嘅。我都唔知係咪真係有嘅，於是咧佢就行世界。我哋久唔久有見面，但係咧我發覺，即係我嘅人，你見到我咧嘻嘻哈哈，我覺得即係心裏邊照常嘅。但係久唔久見到面嘅時候咧，我見到佢內心裏邊眉頭深皺，好少見到佢真正從心裏邊快樂。因為大家10幾歲就識嘅時候咧，知嘅一個人真正快樂咧係一種好 relax， 即係心裏邊咧，從心裏邊嗰種喜樂無悔。見到佢往往皺埋眉頭，一直行緊條道路咧，望翻佢自己以前信耶穌、跟隨上帝嘅路，嗰種嘅唏噓、後悔、恐懼、無奈，明白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人生唔好再有後悔、遺憾，就係用嘅方法就係將我哋嘅人生做一啲應該做嘅決定。我哋都知道人生日子唔係好多，每天過咗去就追唔返。重要人生嘅決定，我哋應該做嘅就果斷嘅心去做。我有機會認識耶穌，呢個事係真理啱嘅事情，雖然好似有代價，我就咬實牙根入去。主啊，我知道我要行真理，呢條路係永生之路，或許就少少代價，今生嘅代價說不得什麼。好啦，我就行。當我哋咁樣行嘅時候，我哋望翻轉頭，我就唔會遺憾，因為上帝喺我哋前面，佢對我哋嘅肯定，我哋嘅支持，因為佢係永生之道。希律王嘅人生
錯過咗啲重要嘅抉擇。今日讓我哋喺我哋面對今日嘅其實主不斷向我哋呼聲發出呼喚，來跟從我吧，唔好再行世界嘅路，呢世界會改變嘅，世界嘅事我哋生活係需要，但係嗰啲唔係終極嘅，來跟從我吧，我哋要得人如得魚，我哋要做光做鹽，我哋有豐盛生命，有永生之道，願意去跟隨耶穌啊！喺世界只花咗好多精力，浪費咗好多時光，面前嘅日子唔係好多嘅咋，讓我哋而家抓緊明天啊，找緊今天，實實在在嘅做一個合宜嘅抉擇，唔好再浪費我哋嘅人生，為上帝做一啲事，以致我哋將來見上帝嘅時候不枉此生。我哋一齊禱告，天父，我哋將每位弟兄姊妹交咗你嘅手中。主啊，我哋人生好多抉擇，好多時候我哋逃避躲避，甚至我哋推遲唔做抉擇，結果我哋浪費咗好多寶貴嘅時候。望翻轉頭嘅時候，內心裏邊充滿各樣嘅遺憾。天父，我哋將我哋眾人交到你嘅手中。主啊，我哋今日要做決定，選擇去跟隨你。求你就堅立我哋嘅心志，以致我哋無後悔嘅放低一切嘅全心全意跟隨你，係值得嘅，因為呢個係永生之道。我哋感謝你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